大家好，我是 Rose， 今日来分享这个，哈尼有福了。抄嗰個大學禮堂。一進來真的驚訝滿滿，超級爆炸有誠意，處處滿足哈迷的造景，還看到私募鏡，我希望多多多金。我係 Harry Potter。正啊！19呢支嘢，到時就話杯嘢入去40日嘛。杯子、袋子是霍格華茲，也是一樣美美的，連會員卡也學院風，造景都很像真，很細緻，真的有還原到。上到2樓更絕，有不同背景的學院宿舍，全部都極度好拍照，簡直是拍好拍滿，還開心的坐到光輪2000，細緻到巫師機也有，買他們家聯名飲料，還有魔法師日報可以拍。超好，員工嗰啲服務態度，而且最神奇嘅就係張圖咧，唔係平平無奇㗎，我呢張圖啊係喐到㗎，都秒數我嗰張圖就喐到，超屌，勁高超嘅科技咯。他們家還出了一系列的哈利聯名產品，唔使去英國啊，廣州都有啦。笑咗。哈利波特聯名嘅茶百打，妹妹藍。嗱，依家試下呢杯茶好唔好飲啊？都可以。